知道我外甥女跟我說什麼嗎？她說姨媽以後你走了之後所有都是我的啦。55歲香港知名女星陳松伶曾經係90年代 TVB 當家花旦之一。2011年佢宣布結婚，不過由於早年患病手術而導致無法生育，令佢始終覺得係人生最大遺憾。近日陳松伶亮相內地訪談節目期間，講到將來遺產冇人繼承嘅問題，佢驚爆外甥女曾經對佢直言話：姨媽，以後你走咗，所有嘢都係我噶啦。雖然只係童言無忌嘅一句玩笑，但係就觸動網民神經，引發熱議。網民戥陳松伶感到淒涼之餘，同時亦驚嘆點解外甥女咁細個竟然會有啲咁嘅諗法。據相關報道指，陳松伶作為一線女星喺娛樂圈打拼多年，收入豐厚，再加上早年投資買樓都賺唔少，保守估計至少3億身家。若將來百年歸老後冇仔女繼承呢筆巨額遺產，咁可能真係會如外甥女所願由佢繼承。陳松伶話當時聽到外甥女嘅說話之後，其實自己並冇嬲，反而係坦然接受對方嘅建議，因為佢都明白自己冇後代係事實，而且認為錢財乃身外物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所以最後就笑住答應外甥女嘅要求。佢又坦言將來晚年打算住老人院度過餘生，同一啲年紀相仿嘅好友組團養老，互相照顧，亦不失為一個好嘅歸宿。